大家好，今日帶大家睇一間珍貴罕有，只等待追求生活品味嘅有緣人嘅小村屋。呢度位於西貢遊艇會區嘅蛇徑篤，環境極之清幽高尚。首先帶大家上天台，成個遊艇會嘅海景即刻呈現喺眼前。呢度空間感十足，放套戶外梳化，放假同生5知己小酌兩杯，燒下嘢食，真係頂級享受。落返1樓。呢度係開放式廚房同客飯廳，得益於超高嘅樓底，配合大窗，成間屋非常光猛通透。最正嘅係呢度同天台完美相連，成個空間咁延伸晒出去，直情好似開 party 嘅私人會所一樣。室內裝修非常企理，有層次，整體佈局好精緻，特別適合一對 couple 或者有珍貴一體嘅小家庭。順住樓梯落地下就係主人套房，設計行簡潔舒適路線，浴室設計好有現代感，用料企理，採光同通風都好足夠，成個格局乾淨利落，完全係精品酒店嘅浴室質感。每日喺呢個高私隱度嘅空間起床，分外有儀式感。推開門出去，出面仲有一個綠意安然嘅私人小花園。望返入屋，浴室仲配備咗一個豪宅級嘅大浴缸，一邊浸浴，一邊望住出面嘅綠蔭，好似去咗外國度假一樣。而另一間套房同樣方正實用，無論係做書房、客房，定係做小朋友房，都一樣咁寫意舒適。呢間小全棟面積大約1300尺，雖然環境咁清幽，但其實行出去大路只需要幾分鐘，動靜皆宜。如果你對生活有要求，歡迎聯絡我們 Property Finder 智庫物業。